江市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的台记台早起新闻。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早起的地动。早起这个地动是海甲真食力，全台湾拢有感觉。根据中央气象署上新的资料，这是伫早起7:58的时发生规模7.2的地动。地动的深度敢若15.5公里，是浅层的地动。地动的中央伫花莲县南南东方25公里的所在，也就是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因若即阵地动是伫大家上班上课的时间，大家拢有感觉，拢海甲真食力。上大震度是发生伫花莲县有6强。接来咱来看伫花莲市，也阁有嘛是共款是6弱。伫宜兰也阁有宜兰市、苗栗、台中、彰化、新竹、南投、桃园、新北，也阁有桃园、彰化、台北，拢是即届地动拢真有感觉的所在。地动是有5级，这是伫今仔日早起7:58的时发生的地动。地动是深度15.5公里，算是浅层的地动，发生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全台湾拢有感觉。这是头拄仔上新地动气象署的地动报告。拄则7:58发生的这个规模7.2的地动，地动深度是15.5公里。因若地动的中央是伫花莲县南南东方25公里的所在，算是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上大震度有6强。咱来听气象署针对头拄仔地动上新的说明。各地包含从中部到北部都有感觉到相当的一个震动。那如果在高楼或是在台北盆地这样的一个区域，感觉到的震动会更大，主要是因为有盆地，还有一些大楼的一个效应。那我们的离岛，其实像马祖、金门都有相对受到相对的震度。那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些的震度大概分布的状况是，花莲这边和平最靠近正央的位置，这边有到6强，那花莲市有叫6弱。那其他像花莲、台中、彰化、桃园、台北、新北这边都有5级的震度，那比较南边的台东、台南，都在4级的震度，那比较北的基隆这边大概有4级的一个震度。那这个震度6强的震度，其实是在我们109年新的10级震度分级里面是有6强的震度的，这是应该是第2个。好，我们在111年918的池上地震。当时观测到的一个震度的强度也是有6强的一个震度。那这个是震度的分布，所以可以感觉到哈，这个比较砖红色就是5弱的一个区域，那这个大概就是5强的一个区域，那这边是大概6强的区域，6弱的区域，那其他区域大概都有4级的一个震度，这个是3级的震度。我们在金门这边也是有2级的一个震度，所以几乎是全台都有感。那这个是我们发国家级警报的一个区域，就是说我们发的大概就是有这12个区域的一个县市，应该都有收到国家级警报，然后提醒民众来做相对的一个临阵的一个反应。它在重大有回报。好，这个地震它的成因主要是菲律宾海板块在我们东部这边往北这边隐没下去到欧亚大陆板块以下，所以从浅到深都有可能发生地震。那这个区域其实也是很地震很好发的一个区域，主要是因为2个板块这边碰撞，所以它的能量累积是相当快速的。所以这个地区发生的地震的几率相当高。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搜寻的历史资料来看，我们的搜寻资料是以这个正央，这个正央的位置来看附近
规模大于6以上的地震来看，这个是剖面图，这个是从这边从南边看过去的剖面，这是从东边看来的剖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个地区可以看到，规模6以上的地震就相当多。像我们在111年12月15就有规模6.1的地震，那在2022就111年，其实3月23这边就有6.4、6.7的地震。好，那在2021就是100年的民国100年，这边也是有相对一些110年有相对一些地震，所以这个区域是一个地震好发相当频繁的一个区域，而且因为它2个板块在这边直接碰撞击啊，所以它们的能量蓄积相当快。那我们来看一下跟921来做一个说明比较。921它是发生在陆地上。陆地上是在南投集集那个位置，它的规模是7.3。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规模7.2，其实我们事后还在处理，也许有可能会接近7.3或更大，或是还是会再调整，因为那是即时一个速报的结果。那我们这921的地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规模是7.3，深度是8.0。那当时的震度是有到7级，这是109年前旧的震度阶，所以当时因为它是在陆地上。所以造成的一个灾情是相当严重的那这个地震是921地震发生25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地震，目前看到最大的一个地震。那这是921当时的状况。那针对这个地震，我们有发了一个海啸警报，因为我们的作业规范里面，规模7.0以上，深度在35公里以内，在近海发生地震的话。我们会相对可能会引起相关的一个海啸的一个发生。那台湾地区目前就海啸的分区是分为6个区，从顺时针来看，北部、东部、东北、中部、东南、西南以及台湾沿海。那我们因为这个地震，我们就针对这几个区域。它海啸波预估到达的时间，像我们现在大概8点54分可能会到西南沿海，就是海啸波会绕过来台湾西边这一边，在海峡大概是9点58左右，因为因为地形的一个效应，那这个海啸波我们预估都不会太大，都大概小于1公尺以内，那相对相关的一些民防管制方面的一个沿海的一个广播，还有民众的一个疏散，已经相对的一个做一个应变这个地震，因为它能量累积很快，然后里面也相当多的能量，不会透过一次地震就把所有的能量释放过了，所以后面还是有相对可能有6.5以上到7.0之间的余震会发生，这大概是3、4天以内，民众还是要小心提防有后续的余震发生。那如果发现房子可能有相对的一个危险或什么，可能要做一个相对一个应变处置。以上是针对早上7点58分台湾东部外海地震的一个说明。头端咱听到的是气象署针对早起的地动上新的说明，这是伫早起7点58分，大家在上班上课准备要出门的这个时间，咱台湾发生强烈的地动，地动是发生伫花莲，规模有7.2这么大，是海超过要1分钟。上大震度伫花莲的和平有6强，而且呢，地动即届地动了后，佫发生几啊届的地动尾。目前台北捷运、机场捷运、高铁、台铁拢已经暂时停止营运。较害的是，即马伫花莲市北边街有一栋5层楼的大楼受即阵地动的影响，伫第一时间规栋大楼全起起。咱来看上新的画面。咱来看这个画面顶头，会当看到这是伫花莲市区这栋5层楼的建筑物。这1楼因为这条啊断去了后，规栋大楼因为地动全规个起起。目前知影讲，伫3楼一个阿伯有走出来，也毋过唔知影讲内底还佫有偌济人掉伫内面。有人看到讲，这个阿伯走出来，阿伯讲伊是住伫3楼。另外呢，这站地动目前伫台北捷运、机场捷运，拢因为地动发生了后，就随停驶啊。按算会先停1点钟，会先来检查这铁基路敢有受损害。这届地动是咱全台湾拢有感觉到，拢有感受。另外，伫高雄捷运的部分，即马目前高雄捷运嘛已经停驶。
这个地动的强度和9.1大地动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后续有可能，亲像头拄啊专家讲的，会阁发生几啊站地动尾，乡亲就要特别注意。咱来看，就伫7点58分发生大地动了后，随伫8点11分的时就发生地动尾。对中央气象署地动报告会当看到讲，这是伫7点58分大地动了后，伫8点11分随阁发生大地动。即个的地动是伫花莲县政府北北东方12.7公里的所在，是伫花莲的近海。即个地动的深度是搁较浅，有敢若5.5公里尔，而且地动尾的规模嘛是真大，有6.5。若是即个地动尾的上大震度是伫花莲的太鲁阁有5强，也若伫花莲市是5弱。另外伫宜兰、南投、台中，还有台东、新北、彰化、云林，会当讲是全台湾真侪所在，拢有感觉到即个地动，分别是3级至4级。中央气象署表示讲，在7点58分发生大地动了后，8点11的时，佫发生一站地动尾，规模是6.5公里。也若即届的地动有测到讲，地动是气象署讲，这地动规模上大有测到是5强。啊那来关心花莲头拄啊，咱有看到一栋5层楼的大楼，因为地动了后起去。即马佫知影讲，花莲的灾情即摆是真严重，因为伊算是伫地动的中央，所以花莲县政府宣布讲，因为地动真大，今仔日花莲规工是停班停课。这嘛是咱921发生大地动以来上界严重的地动。伫地动的中央，花莲即马陆续传出灾情，除了头拄看到北平街一栋公寓大楼大规模起去了后，即马佫发现讲伫市区的古辉茶头头前，即个是一栋10层楼的大楼，或者山海关大楼，嘛规个倒去起去，有上百的住户住伫内底，即马当地疏散。咱来看上新的画面。对画面顶头会当看到这栋大楼10层楼高，伊是伫花莲的市区，伫古辉车头前。这栋10层楼的大楼嘛规个起去，内底有住上百的住户，目前已经拢赶紧咧疏散。这栋大楼的1楼有一间早顿店，目前也唔知影讲早顿店内底有偌济人，啊，毋过这个早顿店已经完全拢互地伫下骹，已经赶紧咧去抢救。目前嘛也唔知影讲这栋大楼内底还佫有偌济人吊伫遐。另外，伫花莲的中德山区嘛，因为即个大地动，规片的山壁规个崩去。目前伫迄个所在嘛唔知影伤亡有偌严重。即马上新若是有上新的消息，会随时报互乡亲知。嘛，因为大地动，花莲的灾情陆续传出来。即马高雄、台南、屏东的消防特殊队已经赶紧要去花莲支援救灾。其他消息，咱先来关心美中两国的元首伫昨昏有通话，讲超过1.5半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台湾是中美关系第一条袂使超过红线。也若美国总统拜登是搁一摆强调支持两岸和平的重要性，毋过伊嘛有讲伊支持一中的政策。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崔立安甲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袂用下过红线，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加外在纵容支持，中国袂放喺无管。希望美国甲拜登无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表现伫咧行动上。这条连底的问题一直拢是中美关系爱留好的第一粒纽啊！中美两个大国家袂用无往来、无交流，也袂当发生冲突对抗。根据中国发布的内容，拜登是重申无支持台独，美国会遵照一个中国政策来做。会后，白宫说明两个人通电话差不多1点钟过45分钟。这边通电话目的是去年11月伫咧旧金山见面了的演说。President Biden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he re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在咧会中，双方确定美国财长耶伦、国务卿布林肯伫最近的访问中国。伫这边通电话进前，美国已经先预告讲，拜登会重视美国的一中政策，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台湾5月将会有总统就职典礼。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
来关心两岸的局势有较紧张。5日碰到伫要上任的正副总统赖清德和萧美琴，因伫昨昏是去国防部听秘密简报，而且嘛以未来总统、副总统的身份入去指挥所。有风声讲，前海委会主委李良伟嘛有伫现场参与，也是在场唯一的民间人士。即摆有人风声讲，有可能是要来接国防部长。或者是分析讲，国防部提早替赖清德补充两岸的局势，对赖清德安排外交抑个国防的人士是真有帮助。宪兵伫大门口抬兵，准总统赖清德的车队下昼2点多来到国防部，车身卡标的挡掉路车集团。下当讲看不到随行人士，真的是准副总统萧美琴的车队早一步到，2个人之所的目的就是到国防部听机密简报，了解台美军购重大建军进度，尤其赖清德也搁创下准总统的先例，入到衡山指挥所时度。赖清德听完简报，大批车队开往俗称山洞，负责掌握敌情的衡山指挥所外界解套。国防部提前和赖清德了解两岸情势，国防部当充分掌握强军动态。另外，团组误会人员，包括前海委会主委李良伟、国防部这年精选的声音未细，而且分析赖清德的国防外交人数安排，美国也高度关注。美方呢希望两岸呢最近呢应该是要平稳过渡，所以平稳过渡当然就是主要是520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当然美方的这个关注，那台湾这边呢也必须有所回应。那所以我说，这个赖清德进到这个衡山指挥所呢，可能也是给美方的一个回应。参访汉翔公司是到高教基线线，赖清德了解国际各组的运作现况，强调国防甲经济是支持台湾人2大条就定了后，会继续推动产业发展。在520上任之前，我必须善用时间一方面掌握国防、国安、外交跟两岸的各项事务。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必须要跟台湾的各大产业能够座谈，听大家的声音。两岸情势严重，国防部初二征集共机6架次机中飞过海峡中线2架次，共人7架次吊台。另外，中共初3会发射火箭向西太平洋方向飞行，经过台湾防空识别区，国军会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是真烧热，有可能会热到36度，那亲像大天共款。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气象署是发布高温的资讯，高雄是柑仔色的灯号，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以上的高温。另外，伫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是黄色的灯号，嘛是爱设置高温是伫36度以上。要提醒乡亲，今仔日真热，那亲像热天一定爱加啉水，才袂着沙。伫雨水这方面，过到了后的西半部、东北部山区有沙巴雨，有短暂阵雨。也若明仔载开始有4天的清凉连假，因为有方面瓦紧，所以伫北部、东半部也有中部的山区，拢有可能会落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伫马祖、金门嘛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也是对公雨。来关心天气愈来愈热，长仔病毒嘛开始咧压悬。这是长仔病毒的疫情压悬，卫福部疾管署有公布今年头一个长仔病毒重症的案例。这是南部一个才7个月大的查某婴仔，儿童加护病房治疗了后，确认是去喂着长仔病毒克沙奇 A10型，加在经过治疗了后，目前囡仔已经出院。当时就诊断了这个疑似是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所以收治到加护病房。那另外呢，也是通报并且经过检验确诊是感染了克沙奇 A10型的肠病毒。所幸后来这个病况逐渐的改善，所以是在住院的第12天转一般病房，那13天出院。那目前没有不适的症状。顶礼拜，咱全国长仔病毒的门诊，也搁去挂急诊就医和医生看的人数有6732个人，这是这10年来同期的新高。疾管署是提醒讲，5岁以下的囡仔是长仔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尤其是即马刷落来4天的清凉连假，大家会出门陪望，也是南来北往，民众有时过去，就呼吁讲，大人若是准讲对外口转来要抱囡仔、接触囡仔进前，手一定爱洗好清气，上好阁会当规丝衫换掉，来降低囡仔、细汉囡仔也是红婴仔去感染喂着长仔病毒的机会。
人讲囡仔人一暝大一寸，囡仔困眠真重要，而且爱困有落眠，囡仔才有好的发展。台师大韩国科会研究团队长期咧追踪咱台湾囡仔细汉囡仔困眠的状况，发现讲咱台湾3岁的细汉幼囡仔超过1成其实拢困无饱眠。下晡时的公园，常常看到爸母带囡仔出来佚佗，有的塞零母车，有的陪囡仔四界走。除了和囡仔培养感情，真侪爸母也认为，互囡仔出来看看走走咧，囡仔暗时转去会较好困。根据卫福部的建议，幼囝逐天的困眠时间，包括困中昼，上无爱有11至14点钟。根据台师大针对台湾5000外1岁到3岁的幼囝所做的长期调查，普遍的囡仔确实拢有困到11点钟。差不多应该12到13点钟，应该有7、8个小时。这样算11个小时吧。对。这样的话，应该有12到13个小时。随望平均来讲，这个岁数的囡仔大部分拢有困超过11点钟。不过，透过台师大这项幼囝发展调查资料库建制计划，佫会当发现困无够眠的囡仔年岁愈大，比例是愈悬。3岁囡仔甚至超过1成拢困无饱眠。除了困眠的时间真重要，研究也发现讲，较早困，唔若较有眠，对囡仔的发展也较好。我们建议，其实孩子要在7点到10点这个时段就应该要入睡了。我们建议9点半就要睡了，不要超过10点。研究也发现，国内1岁到3岁细汉囡仔，大约有5成超过10点才去困。学者建议，囡仔爱10点进前去困，各方面的发展会较好，嘛爱互囡仔减用电子产品。如果有出去拜访啊，有户外活动啦，有去书店啦，哈，或者玩一些物品啊，它的整体的这个它的睡眠品质都是比较好的。研究团队也发现，政府本的儿童健康手册内底，较欠缺幼囝困眠的卫教资讯，记录囡仔状况的表，也无困眠时间的项目。因呼吁政府会当提供更较侪相关知识，互家长知影囡仔困眠的重要性。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大家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湾加加一个姓李的辅导员，伫2002年之间，伊是无照规定核准予4个受刑人错误的分数，互这个受刑人会当假释出加价。这个姓李的辅导员因为违失情节重大，即马互移送台东的检方去侦办，嘛已经封记过2届调职。来关心联合报。国内一个财经的盲情，伊伫4月初1日时乌白写讲，巴菲特有买回台积电股票的假消息，而且伊阁用新闻发布的方式来发布这条假消息，真正是去骗到国内一寡财经的媒体，抑个财经的专家，因为误会了后嘛，引用金管会官员即马是表示讲，已经有收到投资人的定情，即马要求证交所一定要处理。确定违反规定，上当依法会当罚款10年，会当并科上悬2亿的罚金。继续看《中国时报》，日本的草莓季要结束噶，小数是搁一届伫边境的时，因为特批查验，搁去查到讲发现一批农药残留超过标准。小数表示，针对日本的草莓日头发现违规，即马监视查验制度的措施会一直进行到这个月底4月底。刷落来到4月底进前，同款若是有日本草莓要入来台湾，拢会特批100%来检查。也毋过小数伫今年初时，嘛有个要修正农药残留许可量的标准，其中伫内底就放入4项草莓禁用的农药，而且对4月初1开始实施。食安的问题，咱来关心宝林地色的食物中毒案件，即马是搁新增加一个通报的案例，目前已经有30例。伫调查这部分，宝林地色内底代办的总铺，伫伊的双手确定有验出，双手内底确定有检体验出米加菌酸，安尼呢就当证明讲，这引起中毒的米加菌酸，确实就是伫宝林 A13分店的灶卡内面。也毋过验出这个结果的台法医所是强调讲，总铺的手只是一个媒介，问题呢也是出伫食材，也毋过是倒一项食材，即马爱搁继续调查。那一家店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真的有这个米酵菌酸 BKA 这个毒素存在。
宝林地设嘅食物中毒案有上新的进展。台大法医研究所是接到台北市卫生局提供3月24日采集的春的检体，包括总破西的手、菜点菜刀含水果刀啊等等4项检体，做一普二的检测，结果伫总破西的手验出米甲菌酸的阳性反应，其他的拢是阴性。在厨师的手的身上。这是上面就的检体哈，那这个检体是有培养液泡过的，然后都可以验到这个米酵菌酸。台大法医所讲，虽然过去捌伫个中毒个案的体内验出米甲菌酸，但拢算是间接的证据。即马伫个总破西的手的检体验出来，算是第一摆摕到直接的证据。但总破西的手只是传出去的媒介，问题嘛是出伫个食材，到底是对一个食材出问题，搁来检调来厘清。第一时间所采集的基证包括生物跟环境两个刀具、砧板，还有手部的生物基证，那我们都一并送台大实验室检查。那我们也即刻将检查结果告知检方。不过外界嘛，质疑讲谁若保林的总破西手有去摸到米甲菌酸，人说无代志，而且代志发生这么侪天，手的检体谁若阁验会到？对这有动物专家讲，医界对米甲菌酸的了解阁无介济，伊会当伫环境内面活偌久，阁是一个谜。建议民众食饭之前用湿文来洗手，才较袂去摸到病毒和细菌。肥皂的话，其实有一些界面活性剂，然后用肥皂水的话，它就可以把它帮助我们清除。可是还是不能解释说，为什么我们这个隔那么多天，为什么它手部还是可以验出一些米酵菌酸？专家推测，这总破西本人有可能嘛中毒，建议抽血的确认，而且扩大采检灶卡其他环境。为何无伫3月30日配合检警去越南籍台湾总破西因厝内面采检14个所在，希望进一步确认敢有东冲波逼克氏菌的存在。检验的结果上紧4月中就会当知影。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早起7点58分的时，乡亲要准备出门上班上课的时间，发生发觉大地震，这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咱台湾伫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地震，地震的深度是15.5公里。地震的中央伫花莲县政府南东方25公里的所在，也就是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上大震度是发生伫花莲县有6强，气象署嘛有发布海啸的警报。咱来看地震的报告，伫花莲的和平发生6强，花莲的花莲市是6弱。另外其他真侪所在，亲像宜兰、苗栗、台中、彰化、新竹、南投、桃园、新北，也阁有台北市，拢是有5级的强度。这站发生伫早起7点58分，花莲规模7.2的大地震是海甲真热力，而且海超过1分钟，全台湾拢有感觉到。上大震度是伫花莲和平有6强。了后呢，阁发生几若届的地震尾，亲像伫8点11分的时，就阁发生一站地震尾，而且嘛是海甲拢有感觉。目前台北捷运、机场捷运、高铁、台铁拢已经暂时停止营运，而且伫花莲市区北边街一栋5层楼的建筑物受这大地震的影响，规栋建筑物已经起去，目前知影3楼的住户有走出来。咱来看伫花莲市区这5层楼的大楼建筑物，因为地震，这栋白色的建筑物规个起去，主要是因为这条啊断去了后，规栋大楼起去。啊，毋过无确定讲敢有人掉伫内底，有现场看到有一个阿伯走出来。目前这场地震真严重，所以台北捷运、机场捷运也阁有真侪，亲像高铁、台铁，拢已经暂时停止营运。也若台北捷运甲机场捷运会先暂时停1点钟，先来检查铁基路敢有受到损害。这届地震全台湾拢有明显的感受。高雄捷运嘛表示，因嘛已经暂时停止营运停驶。这站地震的强度和9.1大地震是差不多的，所以后续有可能会阁有发生地震尾。乡亲这几天拢爱细致。来关心花莲伫拄则宣布讲，因为灾情真热力，花莲伫今仔日是停班停课。这届这是9.1发生大地震以来上界严重的一届地震。伫地震的中央附近，花莲陆续已经传出灾情。除了头拄看到北边街这栋
公寓面体大楼规个起去，伫市区旧火车头前，有一栋10层楼的大楼，或者山海关大楼规个嘛是起去，百外的住户即马已经赶紧咧疏散。咱来看上新的画面，对画面顶头会当看到，这是伫花莲市区旧火车头前一栋10层楼的大楼，嘛因为即个的地动规个起去。内底是有住上百个住户，已经赶紧咧疏散。这栋大楼的1楼是早顿店，完全拢封地伫下骹。目前也已经咧抢救，唔知影有偌济人掉伫内底。消防人员已经赶紧到位。另外，花莲中德山区嘛规片的山壁，因为即个地动害甲真热，嘛已经有崩山的状况。目前嘛也搁在了解。敢有人伤亡？上新的消息是，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已经通知高雄、台南、屏东这个特殊队消防人员，赶紧赶去花莲支援救灾。其他消息，再来关心新增的宜品饭店，那亲像嘛发生食物中毒的案件。这是有公司伫顶礼拜的时去这间饭店，伫遐办2200个人的春酒，食煞了后有60几个人感觉胃肠无爽快，有9个人赶紧去医生看。代志发生了后，新北市政府唔敢代志，即马已经要求饭店这边爱暂时停止营运，嘛已经有采样要求饭店即马爱提出来检验，按算2礼拜内会当知影结果。饭店内面拢无开电火，因为宴会厅是传出疑似食物中毒案，封下令暂时停业。在保啉茶食案了后，新增的宜品饭店，昨日嘛传出一件疑似是食物中毒的案件。屈臣氏公司伫3月26、27，在宜品办差不多2200个人的春酒，结果62个人肠胃无爽快，其中9个人就医，目前拢较好啊。在第一个期间，立即要求业者停止供应稽查以外。那在新庄宜品，要求他们在食材的供应上全部停止作业。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讲，市府接到通报了后，第一时间就派人去稽查，要求业者对初一下晡开始暂停营业。对这宜品的母公司分东集团讲，会积极来配合卫生局的调查，嘛强调讲，伊讲有人客炸外口的食物入来，对造成无爽快的原因，搁爱厘清。若是宴会厅的物件造成人客身体无爽快，一定会负全责。嘛强调提供冰甲海产盘做检体防查验。卫生局稽查当天，针对于春酒菜单中供应的海鲜盆以及自制冰块等高风险的餐点以及食材进行抽验检验卫生标准。生鱼片是最有可能造成食物中毒的，因为它是生的嘛。先一大片摆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切薄片。那切完薄片的时候没有马上吃，或者是切的时候手就污染生鱼片，那也可能会造成生鱼片有细菌。屈臣氏嘛发声明强调讲，案发了后第一时间就启动内部的调查，到立看医生的费用提供慰问金，会继续关注调查进度，维护当人健康权益。卫生局是强调讲，爱等宜品的改善完成，提出改善报告书经过审查通过，含环境卫生复查合格，才会当恢复营业。检验结果按算过2礼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嘛是甲食安有关系，这是真侪民众介意食鸭血，也毋过即马根据消基会公布的调查，因是利用 DNA 去检验市面上咧卖这鸭血，发现讲内底竟然有7成鸭血其实有含鸡血，也毋过拢无标示无清楚，已经有违反食安法的记录，会当罚4万至400万。真侪人爱食火锅，而且鸭血是不少人爱加爱食材。不过消基会伫去年10月到12月，伫各市场卖场这场所买15件讲是鸭血产品，佮委托实验室做2摆检验，结果发现30个样品当中，超过7成样品有鸡血成分。分2次去购买，然后去送2家不同的认证实验室，所得到的这一个结果有测到。应该就是有参了。消基会表示，甲鸡鸭比起来，国内鸭的数量较少，鸭血量无够供应市场所需要，所以市面上看到的鸭血大部分是鸡鸭膏这血掺做血，不过大部分标示鸭血，后面将误导甲有标示无实在记录，为外观也无法度判断鸭血是不是加入其他禽类的血。
鸭血或鸡血事实上不太容易从外观上来做一个判别，所以才需要靠标示，标示越清楚，如果有出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溯源去对它看到底是哪一个原料上的一个出问题。消基会也提醒市面上调味加工过咸鸭血这产品，除了有的掺加血以外，那含量真悬。那将规包的咸鸭血拢真悬，对价值1857到4000毫克那，超过卫福部建议2400毫克。建议民众除了注意食分量，买之前也要注意成分的标示，这样食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接来，咱来关心国际新闻。秘鲁头一个查某总统博鲁阿尔特是逼出假正风波，互规大阵的检警入去因兜去敲因兜。伊是第2个控制1年上任了后，毋过伊的民调就一直落甲剩9%尔。伫顶个月30又开记者会，毋但讲家己是清白无违法的，佮强调讲伊一定会做完4档。过当天就去主持新内阁成员的就职仪式。秘鲁新闻媒体3月中公布，总统博鲁阿尔特有几啊支计销真贵的劳力士名表，40名检警30大阵势以破门入去的方式进入伊的旗家突袭搜索，结果找出至少一支价值15000美金的劳力士表，甲包括5万美金的卡地亚破链在内的珠宝收藏，全部拢无正式申报。民总统4300块美金的月给，博鲁阿尔特安怎有能力买起这些奢侈品，引起各界质疑。Por lo que la medida de la madrugada es arbitraria, desproporcional y abusiva. Esta situación es sumamente grave y afecta los derechos de mi familia, pero sobre todo afecta la gobernabilidad del país. 博鲁阿尔特迄天召开记者会，讲遐个贵重物品是伊辛苦工作得来，也强调一定会做完4年任期，袂提前离开，也袂提前举行国会大选。劳力士门贪腐疑云引起内政部长、副部长等6名内阁官员请辞。博鲁阿尔特也随即找人报起哩，各地找伊举行新部长的就职仪式。Hermanas y hermanos, la presidenta viene siendo atacada sistemáticamente.Y por ende se ataca la democracia, el Estado de gobierno, generando inestabilidad política, social y económica. 秘鲁头一位女总统博鲁阿尔特是前总统卡斯提洛的副手，伫卡斯提洛封掠了后，接替上位，从台以来民调支持率开价行低。早伫劳力士门贪腐疑云爆发进前，民调显示有大概8%选民希望伊落台。即马支持率甚至报告只剩9%，也毋过就算伊因为劳力士案方起诉，按照秘鲁宪法的规定，伊需要等到2026年7月任期结束，也是伊方单独落台，才会当开始进行司法审判。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领事馆，伫4月初1日时，是那亲像因为以色列发动空袭，造成上无有7个伊朗革命卫队的成员死亡，内底嘛包含3个高阶军官。即马伊朗和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对外呛声放调讲，一定会对以色列发动报复，并且因嘛讲，长期支持以色列的美国要接近。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伊朗领事馆初一遭到空袭了后，也有阵阵的乌烟，差点到受牵连的隔壁伊朗大使馆。在空袭当中，有7个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死亡。伊朗驻叙利亚大使指控，使馆周边建筑和以色列 F-35战机发射的目标导弹拍到，完全违反国际法，伊朗绝对会做出回应。عرض کردم که رژیم میدونه که این نوع اقدامات هیچ موقع بی پاسخ نمونده و قطعا نخواهد 这番死亡，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有最高指挥官扎赫迪，甲资深指挥官拉希米等人。扎赫迪把负责暗杀以色列行动，也是前美国总统川普自控年下令空袭伊拉克巴格达，暂时伊朗革命卫队苏莱曼尼将军了后，伊朗战机相关的伊朗革命卫队高官，不只是德黑兰当局表示要对以色列做出处罚甲报复，伊朗所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也爱以色列付出代价，就连长期支持以色列美国也难逃责任。Obviously, we're aware of the reports, and our team is looking into it. I'm just not going to go beyond that.
全以色列无正面评论，暗过4个无出名以色列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以色列确实执行空袭行动。以军反应强调，在不是领事馆，是改造明替伊朗圣城军的军事据点。伊朗国内民众已经完全无法度压制内心的怒火。یک حرفم بیشتر نداریم حرف ما یک کلام انتقام انتقام 分析家指出，以哈冲突爆发了后，以色列加强对伊朗的盟友，包含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攻击，目的就是要试看卖这反起电线的决心和底线。伊朗面对这摆空袭，真紧会做出回应，当中上可能就是攻击美国伫中东地区的基地。公司新闻警方庆评价。来看以哈冲突已经拍要半冬，有一个当时伫音乐节活落来，尾啊红记卡骨的查甫人，即马伊已经变做以色列的国家卡球队的选手，会去参加今年6月份伫法国举办的欧洲杯比赛。廖冠亚冲出来，倒脚一踢就甲球踢入去。以色列侧击者卡球队正在为法国欧洲杯摕冠军的梦想在拍拼。队伍内面的防守带将比亚明是拍拼在4个走，特别袂记得家己半冬前才互攻击。伊当初伊参加以色列音乐节庆祝家己29岁的生日，虽然讲好运无死去，但是嘛失去伊的正脚。לא חשבתי שאני אחזור לשחק כדורגל בחיים שלי. באותו רגע הייתי בטוח שאני גם לא אוכל ללכת ובטח שלא לרוץ ולשחק. והנה אני פה, כאילו 5 חודשים אחר כך, מתאמן ליורו. 比亚明是还佫倒伫病床顶悬，就红招募来加入卡球队。队长35岁律师斯克鲁尔是用家己的经历来鼓励比亚明莫放弃。伊8岁时阵互公车搞着骹，经过真侪年顶接复健，效果煞无啥好。30岁迄年做出重大决定，爱医师替伊切骹，这嘛是这世人上正确的决定。I'm walking with a prosthetic leg. And more than that, I can do sports that I could have not even dreamed of when I was with a crashed foot, like surfing, snowboard. Show them that first of all, they will be able to walk on their feet with prosthetic leg, and it's pretty cool. 比亚明有2个队友是伫加沙和哈马斯作战的时阵，较互蹦登去的士兵，即摆因以强大的韧性，发挥正深的辅助精义，带领以色列全面备战。只是即摆因是靠骹球来展现国家的光荣。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因为最近中国和菲律宾伫南海的关系有较紧张，日本的共同社有报讲，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4个国家的海上部队按算伫4月初7日时，头届要伫南海举行联合反舰演习，要来反制中国。来关心土耳其第1大城伊斯坦堡4月初2有一间夜店，这间夜店即马当地整修，也搁伫整修的期间却发生火烧厝。因为火是烧甲真猛，上无有造成29个人死亡，也阁有8个人受伤，受伤内底有7个人伤势较严重。当地官员表示，火已经拍花，也若死者大部分拢是伫内底做事的工人，即马当地调查原因。来关心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的郊区校园，4月初2发生枪击案，有造成3个12岁的学生，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警方掠到嫌犯了后，是发现讲，这开枪的这个学生嘛，干那12岁尔，所以伤者和嫌犯拢是12岁的少年囡仔。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早起的地震。针对今仔日早起7点58分发生的这个大地震，总统府即马已经通知总统任命10点的时，总统会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那上新的消息是，早起8点11分发生规模6.5的地震，尾了后，伫8点17分、8点35分、8点46分、8点50分，还有9点17分，这时间拢阁有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要提醒乡亲大地震了后会接发生地震尾，嘛要特别注意。也若这个地震尾拢发生伫花莲的近海。针对早起7点58分，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还超过1分钟。上大的震度是伫花莲的和平有6
强，了后发生几若届的地动尾。目前台北捷运、机场捷运、高铁、台铁拢已经暂时停止营运。要到台北捷运伫9点02分的时已经恢复通行。花莲市区嘛传出未少灾情，花莲县政府已经宣布今仔日花莲市停班停课。目前已经知影有2栋厝倒去，一寡道路嘛已经放弃。啊，毋过目前伤亡的状况也等待了解。咱来看上新的画面。伫花莲北平街一栋5层楼的建筑物，一栋白色的建筑物，因为受早起大地震的影响，规栋建筑物规个起去。目前知影3楼的住户好佳在又走出来。也若市区旧火车头前嘛有出现一栋，这是10层楼的大楼，嘛是因为地震的关系嘛起去，100外住户住伫内底。对画面会当看到，就是伫花莲旧火车头前这栋10层楼的大楼，内底上百个住户即马陆续在疏散。这栋大楼1楼是早顿店，完全拢封地伫涂骹底。目前消防人员已经赶紧去抢救，目前嘛也毋知影有偌济人封地伫内底。另外，伫花莲的中德山区嘛，因为大地震的关系，规片山壁拢放弃。目前伤亡的状况嘛，等待了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即马已经赶紧通报高雄、台南、屏东的消防队、特殊队，赶紧去花莲支援救灾。针对拄则早起7点58分，这站规模7.2的大地震，地震的深度敢若15.5公里，算是浅层的地震。地震的中央伫花莲县南东方25公里的所在，也就是伫咱台湾东部的海域。上大震度是伫花莲是6强。咱来听地震测报中心针对这站地震的说明。各地，包含从中部到北部，都有感觉到相当的一个震动。那如果在高楼或是在台北盆地这样的一个区域，感觉到的震动会更大，主要是因为有盆地，还有一些大楼的一个效应。那我们的离岛，其实像马祖、金门都有相对受到相对的震度。那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些的震度大概分布的状况是，花莲这边和平最靠近正央的位置，这边有到6强，那花莲市有叫6弱。那其他像花莲、台中、彰化、桃园、台北、新北这边都有5级的震度，那比较南边的台东、台南，都在4级的震度，那比较北的基隆这边大概有4级的一个震度。这个地震它的成因主要是菲律宾海板块在我们东部这边往北这边隐没下去到欧亚大陆板块以下，所以从浅到深都有可能发生地震。那这个区域其实也是很地震很好发的一个区域，主要是因为2个板块这边碰撞，所以它的能量累积是相当快速的。所以这个地区发生的地震的几率相当高。它2个板块这边直接碰撞击所以它们的能量蓄积相当快。那我们来看一下，跟921来做一个说明比较。921它是发生在陆地上。陆地上是在南投集集那个位置，它的规模是7.3。那我们刚才提到那个规模7.2，其实我们事后还在处理，也许有可能会接近7.3。这是头拄仔听到气象署地震中心的说明，若是有地震上新的消息，会随时为观众朋友乡亲来插报。继续关心宜兰地检署有一个退休的检察官，叫做吴志成，过去侦办案件是引起一寡争议，嘛互检察院担心，认定有几若届违法签结案件，凊彩办案起诉，甚至阁唔传被告直接起诉。经过顶届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讲其中有2件是有顶届必要，第10分嘛已经处罚。我办过假米酒案，出现在新闻版面。这宜兰地检署前检察官吴志成伫法界有资深的经历，过去的侦查作为所一直引起争议，阁互检察院担心，认为真侪摆违法签结案件，甚至无谈被告直接起诉，也有101件。经过听届法院审理了后，只有2案有听届必要，随之判决罚薪水6个月。不顾卷内的证据资料，依检察官的法律专业知识，明显可以判断被告是有犯罪嫌疑，有继续侦查的必要，竟然违反他自别案件签结的规定，
屡次想牵结该两案。吴志成办案状况者合议庭指出，包含这毒品案，警方暂扣安徽他命，被告太太成军红西北道。吴志成所讲，无发现有犯罪嫌疑，也有一个枪炮案已经有被告提请强害为民，现场也采到枪指壳，不过伊认为无继续侦查必要，就算上级一直要求上沙，两案拢拍算直接签结。喂，吴律你好，我是公社记者毕信成。打电话给吴志成拢无回应，不过伊问题真多。我做外勤检察官的时阵，也发生涉嫌找无人，佮被发现办案正确率比全国平均值较低。伫退休进前已经连续3年考级评定，这部评定拢无达到良好。伊提起3件行政诉讼，争取处分逆转，结果一个定案败诉，其他也搁在审理当中。问题就出在于检察长或这些有权利的人，他们不愿意去发动去处理这个有问题的人，那导致于说，这个案件最后才爆发成这样子，然后很严重。这几年司法官出问题未少，亲像北检检察官陈立如下班等于出车祸，涉嫌向女骑士用过性骚扰，也互天界法院判罚薪水。民间所该会表示，就算有偏见都太制度，不过相关机关无落实态度无适任的司法官。记者综合报道。有一架非洲喀麦隆籍的货轮，船长和船员5个人，伫顶个月2日对高雄港出发去中国沿海，接15个要偷渡的越南人，30要时驾船驶到台湾西南海域。咱的海巡有接到这项消息，成功抓到这阵人。法院即马嘛裁定船长等5个人受押禁见。海巡人员将货轮炸落来，并上船查看，入去船舱了后，就发现越南籍偷渡客密伫内底。这只喀麦隆籍杂货轮杰西号的蔡姓船长、甲轮机长、船员总共5人，为着趁钱出海去接15个越南籍偷渡客来台湾。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接获偷渡集团将载誉恋人及人士来台情资，即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于113年3月30日与相关单位共同查缉。顺利于台湾西南部海域查获喀麦隆籍杰西号货轮。根据了解，杰西号3月2日对高雄港出海，27半暝来到中国福建省沿海海域，接到坐船伫遮等待越南籍偷渡客了后，30要转来到台湾西南海域，准备要上岸，就互已经接到通报的海巡掌到。由于该船为躲避查缉，不断变更海域接驳，侦办期间出动高雄、澎湖、台南海巡队多艘巡防艇实施拦截围捕，才顺利在海上拦截该船。其中1名被告有灭证行为，有事实足认有逃亡及勾串共犯之余，并有羁押之必要性。就今晚，海巡人员带真搜犬对货轮全面搜查，13个查甫、2个查某的越南籍偷渡客上岸了后，交予移民署处理。蔡姓船长等5人以违反出入国家移民法移送地检署。这个月初，由检察官向法院声押禁见，得到允准。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来关心高雄节温指线的评估报告6月就要完成，也毋过有民意代表即马是积极讲，是甲本地规划的民族大陆站取消。因若迄个所在，迄搭是三滨区上大的里，毋过呢，轻铁和捷运车站拢无伫遐设车头。地方认为讲有设站的必要。即马高雄市长陈其迈是表示，会针对当地的人口数，搁做一个评估。高雄捷运出入的民众真济，不管是上班也是上课拢有。未来高捷搁要增加一条支线，也已经公布路线甲车站。有议员就发现，原本规划伫民族路顶的民族大陆站煞互取消。这附近鼎泰里是三民区上大的里，人口数有免25000人。市长表示讲，目前无轻铁甲捷运站经过因社区，上我近的捷运站就是文藻外语大学。行路要10多分钟，对时大是介无方便。阮就是个学区，无毋对，有需要有必要。但是阮就遐人口无遐济啊，伊毋是咱遮三民区啊。三民区你看，按干咱这个里，万几个呢？希望下当这条线会当经过大热，爱来台湾考虑，爱伫大热车站爱停。
高职局是将青线甲紫线夹做即卖紫线，原底是青线的民族大路站才会无去。议员认为，即站附近有病院、社会主体、好体社区，具备较侪有设站的必要。遮的即个设施其实拢是高度人口密集区，所以你伫即个所在绝对爱有一个捷运站，会当互咱遮的人伊咧出入方便。设站的这个部分，我们在路线目前也会把这个合体社区纳入评估。市长当期卖初二面对质询的时阵也讲，会考虑到好体社区目前也未定案，捷运紫线全长有36公里，会经过三明、左营、南马溪等6个行政区，沿路人口有80万人。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是34度。中部温度24度至34度。南部的温度24度至34度。东部的温度22度至34度。外岛21度至30度。针对今仔日早起7点58分发生的大地震，总统府伫头拄有通知讲，总统伫明暝10点的时会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也若上新的消息是，早起9点39分，佫发生规模5.7的地震尾。即届早起的大地震了后，会一直发生地震尾，乡亲一定要特别小心。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春天当是台湾猴生团的季节，最近高雄茶山、寿山、台湾猴抢价的状况若像变多，学者讲总量有减少，不过也无理想。数量较好的状况，差不多是150只啊200只之间，以2023年又减低落来，对本来13只。到今嘛，阮算差不多应该袂超过1000只，啊，不过民众嘛是赶快起嚟卖饲狗。这礼拜六中昼12点半，新闻看南方。